16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周一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被拘留和强迫劳动的指控表达严重关切，呼吁不受阻碍地进入中国进行实况调查，并敦促全球和国内公司密切审查其供应链。联合声明表示，他们收到的信息显示，150多家中国国内和外国注册公司涉嫌严重侵犯维吾尔族工人的人权。商业与人权工作组是8个得到授权的联合国独立人权任务组之一。他在提出对维吾尔族成员待遇的关切时表示，我们对这些指控深感关切，如果得到证实，这些指控将构成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声明表示，据消息来源称，维吾尔族工人据称从事剥夺性的工作，并处于虐待性的生活条件之下，这可能构成任意拘留、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和使用强迫劳动的奴役。声明说，据消息来源称，数十万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成员被关押在再教育设施中。据报道，许多人还被强行转移到东突厥散和中国其他省份的工厂工作。该工作组表示，中国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作为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我们认为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将是进行这种对话和在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准入基础上为我们自己评估局势的理想机会。上周 H&M、耐克、阿迪达斯等多国服装企业因针对东突厥散棉花的表态，在中国遭遇消费者抵制。3月29日，所谓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言人徐桂香在北京针对近来服装品牌 H&M 遭抵制等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中国人民不好惹， H&M 不应将经济行为政治化。徐桂香周一表示 ，H&M 在中国正常营业即可，不应将经济行为政治化。他称，西方一些势力和组织早前制裁所谓新疆，无非认为所谓新疆棉纺织行业存在强迫劳动，但所谓新疆的棉花从整个生产、种植和销售过程均符合中国法律和市场规则，相关制裁和打压毫无道理。他指 H&M 盲目跟风，相信一些伪学者和媒体歪曲报道，还称 H&M 参与其中做帮凶。上周，英国、欧盟、加拿大和美国分别称，因为认为东突厥散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对不同中国官员和机构进行制裁。加拿大对涉嫌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加重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近来，中国战狼外交日益嚣张。上周末，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阳在推特上公然羞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李阳发帖称，特鲁多是个混小子，最大本事就是破坏加中关系，将加拿大沦为美国走狗，全然不顾应有的外交礼节。帖子中，李阳还附上特鲁多近照。另一方面，特鲁多表示，中国对加拿大国会议员实施制裁是不可接受，加拿大将继续捍卫人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表示，欧盟领导人峰会决定在共同兴趣的领域上与土耳其保持积极关系，并称我们必须与土耳其保持积极关系，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博雷尔在以高压外交周为题的文章中上说，上周的欧洲峰会上，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成为主要议题。博雷尔提醒俄罗斯和中国联合起来对付西方世界。欧盟上周决定对负责东突厥散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他强调，拒绝民主价值在于俄罗斯和中国和解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出现许多紧张关系之后，双方关系有所改善。博雷尔写道，在上周初与欧盟各国外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一致认为总体话语和东地中海局势已有所改善。中国同阿拉伯联盟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勋29日同阿拉伯国家联盟首席助理秘书长扎吉举行中阿数据安全视频会议，双方签署并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据中国媒体报道，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突出背景下，达成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具有重要特殊意义，标志着双方数字领域战略互信和实务合作进入新阶段。这项倡议是在中国王毅外长访问中东之后提出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通过视频电文出席了视频会议，强调了协议的重要性，并祝贺当事双方。